正道在困境中看見上帝救恩，請曾牧師。親愛的弟兄姊妹，願恁平安。在主家咱拄吟的第二首的聖詩，堅固好歹是主所定。親愛的弟兄姊妹，拄才你來唱這條詩歌的時，你就想到你什麼親人朋友嗎？這條詩歌常常在咱的親人拄着艱難的時，是咱對心中的祈禱，比祈禱更較親像祈禱。咱的教會若去病院探訪身軀欠安的人，咱攏常常甲伊講：上帝在照顧你，上帝在照顧你，逐日在顧，逐日帶路。親愛的姊妹，咱吟聖詩做咱的幫贊。今仔日的禮拜牧師要用壓制的蘆葦，受傷的蘆葦，上帝無壓制；要發的火，上帝無拍熄。願天父上帝佇逐種的堅固做咱的幫贊。阿們嘛。在新的一年，上帝毋是對年頭的上帝，嘛毋是年尾的上帝。上帝是逐日在顧，逐日帶路，時時刻刻佇所有的堅固，攏是咱的上帝。阿們嗎？咱來祈禱。至聖至尊的上帝，阮佇你的面前恭敬來祈禱，因為你是阮的上帝，你逐日在顧，逐日帶路，佇逐種的堅固，你做阮的幫贊。阮佇今仔日的禮拜，你夜目。主，阮雖然袂當看到你榮耀的光，就是你家己本身的光的陽光甲面容，總是上帝你常常佇阮的心內甲阮做伴。你的疼燒落阮的心中，互阮得到幫贊，得到造就。至聖的天父上帝，阮要佇你的面前，今仔日要做真特別的禮拜，叫做和會的禮拜。和會就是互人甲上帝和好。和會嘛是人甲人和好的時間。阮甲人檢測有衝突，有時阮會得罪人，有時人得罪阮。總是佇上帝你的疼，也佇上帝你的聖殿，阮三甲和好，這就是一個記號。至聖的天父上帝，願你的救恩今仔日臨到佇今仔日的會員和會，也互阮所有兄弟姊妹，攏得到啟示，得到智慧，也得到新的態度。我要在你的面前懇求主你的聖神來幫助阮兄弟姊妹，你的聖神親自對阮講話，互阮知影逐種的堅固你攏在帶路。我在你的面前，你舉出祈禱的手，求主你施恩賜福，祈禱我耶穌的聖名，阿門。在困境中，在逆境中，在順境中，得時不得時，上帝攏是咱的天父。兄弟姊妹，願這個創造天地的上帝，願這個以馬內利的上帝，願耶和華以勒的上帝，甲咱三甲地地。在今年每一日、每一時刻，上帝甲你地地。今仔日的題目雖然講在困境中看見上帝，其實應該講在各種的堅固，因為上帝無拄拄在咱的人生中間，咱無拄拄需要拄着困境，但是無論什麼種的堅固，上帝攏甲咱三甲地地。在最近，咱的教會來兩個新的朋友，一個叫做 Daniel， 一個今仔日咱中間的 Lisa， 我若無記唔對的名。因攏對遠遠的所在來到台灣生活。Daniel 拄拄來一個月，要佇台灣一年。伊佇第一個暗時就來參加咱教會的聖誕節的平安暝的禮拜。Lisa 嘛是最近搬來佇德堂，甲咱中間做伙，要做咱的親人，要做咱教會一份子。願天父上帝佇咱逐種的堅固頂懸，施恩賜福佇咱的中間。今仔的聖經真短，只在講壓傷的蘆葦它不折斷，將殘的燈火它不吹熄。受傷的蘆葦，上帝保守伊，無互迄個壓制會斷去，迄個蘆葦斷去。伊講佇風雨的中間，一支蠟燭小小火，親像要花的蠟燭，但是上帝無互伊的火花去，無熄去。願天父上帝佇逐種的堅固頂懸，用伊應允的話甲咱講：我所聽的囝子，我甲恁三甲地地。願咱今仔日的禮拜，咱嘛對天父上帝來得到上帝所賞賜咱逐種的福分，佇任何的堅固頂懸，上帝做咱的幫贊。今仔日這兩節的聖經攏咧講起救恩，
就是佇困境的中間，伊要做咱的幫站，會要佇各種的境遇頂懸施溫束福來互咱。伊嘛甲咱講，來到我施溫寶座前，領受；來到我施溫寶座前，領受我的恩惠做你的幫站。咱來到水救恩的水泉，來啉上帝救恩的水。牧師要用今仔這個題目邀請兄弟姊妹，咱來建立一間上帝救恩的教會，好唔好？就是讓任何的人，伊來到這個所在，伊攏會當找到上帝的一間救恩的水泉，甲救恩的教會。咱若無這間教會佇得當，等年伊就無機會佇平安暝參加咱的教會聖誕節平安暝的禮拜。若無得當教會，你啥嘛無，甲咱做伙祈禱，甲咱做伙做禮拜。今仔聖經咧講起，上帝是一個救恩的上帝，伊的教會應該成做一個救恩的水泉，人會當佇這個所在啉着上帝救恩的水。原咱今仔聽到這段聖經的故事，咱一方面嘛來回想上帝怎樣佇過去2025年、2025年，佇這間教會內底做了心中的事工。啊，咱安怎咧甲上帝同行？感謝有你們，我是感覺我們可以退休了，因為不是甲恁情緒勒索啦。伊講牧師，你前幾年前你就講你要退休，到今仔個你講你要退休，不是。因為一個有負責任的牧師，佇伊要退休之前，伊會有一個期待，看到忠直勇壯，看到伊的教會兄弟姊妹挺上來。牧師，你雖然年紀大，但是換阮。牧師，你坐咧看，阮來做。牧師要甲所有人講，這間教會是你阿祖的教會，這間教會嘛是你阿公的教會，這間教會嘛是你的爸爸的教會，這間教會嘛是你的教會，可以預備受洗了。兄弟姊妹，願天父上帝，咱的教會是一間養育囡仔、救恩的教師滿滿的教師的教會。所以今仔兄弟姊妹會記得，無論任何境遇，你感覺擔頭真重，擔不落去啊，會記得。捌有一禮拜，牧師帶咱讀這個以賽亞書講啊，受傷的蘆葦我無壓止，要花的火我無互伊失去。願天父上帝幫助咱，勇敢向前行，堅持向前行。無論擔頭偌重，咱甲上帝講，上帝咧顧，逐日咧顧，上帝咧顧，逐日帶路。願天父上帝佇各種的境遇頂懸，互咱經歷着伊，甲咱三甲地地。這是咱今仔日的禮拜，真水的話，受傷的蘆葦伊無壓止，要花的火，伊無拍熄。當我咧準備今仔日要甲咱分享的聖經的解說，甲聖經的信息的時，牧師心中有一個疑問，我問上帝講：上帝這句話是佇2700年前，是2500年前，以賽亞寫給猶太人，上帝你所托予的嘴所講，受傷的蘆葦伊無壓止，要花的火，你無互伊吹熄。我問上帝講：上帝啊，2,3,000年來，有甚麼人因為這句話，有甚麼人因為這句話，伊的生命得到幫助？呀，這敢有答案？你想，咱問上帝講，2000年來有啥物人因為這句話得到幫助？咱敢會當找到答案？雖然聖經無甲我講標準答案，但是聖經甲我講，你去看 AI， 你去問 AI。我真正去問 AI 講，上帝佇2000幾年來，有甚麼牧師，有甚麼基督徒，因為這句聖經的話，因為生命得到永壯，竟然有真濟人用這句話做因寫靈修的手冊的根據。其中一個英國牧師就用這句話寫一本叫做《靈魂的挫折》。靈魂的挫折，意思就是講，佇我的內心有真濟的爭戰，佇我內心有真濟的焦慮，佇我的內心有真濟的動盪。但是上帝甲我講，受傷的蘆葦我無壓止伊。這個牧師不但寫這本冊，後來伊出版這本冊，這本冊佇英國的街頭冊店，有人摕出去外口咧賣。後來經過一間店面，有一個15歲的少年囡仔。伊看到一個人
看起來是真爽香啊，真歹命的人啊，伊摕物件就是咧賣遮的冊。啊，伊甲伊爸爸的櫃台摕一寡錢去甲伊買這本冊。後來這個人就認真讀這本冊。上帝通過這句冊對伊講話。後來這個人嘛，成做一個牧師。牧師佇美國讀冊時，我的指導教授摕一本冊給我讀，迄本冊叫做《改革宗教會的牧師》（Reform Pastor）。迄是一本400年的冊。當我的老師指定我愛讀這本冊時，我心內猶豫講：一本400年前的冊，猶閣會用咧嘛？上帝講戇囡仔，聖經遐爾久都咧用啊，400年的冊無算久。啊，迄個作者的冊甲伊的名佇我腦海中間。這禮拜咧準備咧默想這個經文的時，上帝我一句一句，我看到這個英國牧師寫一本冊叫做《靈魂的挫折》。後來通過去一步一步去問伊答案，伊才甲我講，這本冊有個影響到啥物人。後來我看到一個名，原來就是伫1989年，啊，不是1989年，1999年啊，牧師伫美國讀冊時，指導教授給我一本冊，迄個作者的名走出來。兄弟姊妹，阮這間教會，因為這間教會甲這間聖經節真有關係。受傷的蘆葦，這間教會捌佇過去受過傷害，這個教會嘛捌拄着艱難，但就是受傷的蘆葦，甲被花的火。但是上帝用這間教會甲世間人講，我惜伊惜命命，我要保守伊。兄弟姊妹，上帝嘛要保守你，你願意嗎？關鍵在這個禮拜，兄弟姊妹，這節的聖經就叫做咱教會永遠的基地的聖誕。伊毋是干那曠野開道路，沙漠開江河。咱的上帝是佇患難中及時的幫讚，逐日得過，逐日帶路，毋通袂記日，毋通袂記日。對今仔日到永遠，願天父上帝幫讚咱今仔日的禮拜。第二節的聖經甲救恩嘛有關係。伊講我的主要救我的主要救我脫離什麼？攏總的歹代。我無愛這個擱做在迄個歹命人。上帝佇逐種的堅固頂懸，伊要救我，伊要帶我進入什麼？進入天堂，要進入伊幸福的國度。阿們嘛。所以兄弟姊妹，將兩句話背起來，放佇你的心講：主，今仔日救恩臨到我的生命，今仔日救恩臨到我的生命。主，今仔日，互我甲你同到樂園，佇地裡親像佇天裡。願天父上帝賜阮祝福，互咱讀聖經原來就是遮爾歡喜的代志。來到上帝賜阮寶座前，來到上帝的水泉活命的江河，歡喜來啉上帝所予咱的這個穩定的水。我最愛這句話叫做歡然取水。做禮拜歡歡喜，兄弟你來做禮拜歡歡喜無？早期的人教會咧做禮拜。常常攏遲到啊！書會長老常常安尼祈禱講：主啊，求你的聖神催逼起來，也別來到教會做禮拜，兄弟姊妹。哦，阮佇中級會中間，我就甲中級講：莫安尼祈禱，聽了總難叫。你來祈禱講，互伊無來做禮拜鬧屎啊！袂使安尼講，互伊無來做禮拜，伊感覺講，這個禮拜無來做禮拜啊！我心內減好親像減做一項歡喜的代志。兄弟姊妹，願恁歡喜做禮拜，願恁歡喜參加祈禱會，願恁歡喜捧起上帝的聖經，讀上帝的話。過上帝的人就愛歡頭喜面，阿們嗎？願咱佇今仔日的禮拜，上帝甲咱講，我說你今仔日的禮拜，短短要講兩句話。第一句話就是：佇任何的境遇，境遇好歹是主所定，逐日咧過上帝帶路。你相信這句話嗎？你愛金基督西瓜嗎？願天父上帝幫助咱，常常金絲學了上帝，要西瓜做你的祈禱，互你的祈禱叫做西瓜。願上帝佇你今年2026年每一日，佇你所拄到各種的情境頂懸，上帝賜阮祝福互你。這就是今仔日牧師要甲咱分享的第一個祈禱，講：主我舉起雙手甲你領受。
今仔日牧師所講的話，那是你所應允。在我今仔日2026年，天天與我同行。兄弟姊妹，不是上帝天天與你同行，是咱天天與主同行。阿們嗎？不是咱上帝給我感動呢，是咱愛認真對上帝。不是上帝那親像咧放棄囝安尼對咧後壁直直虐直直對。求天父上帝幫咱佇今仔日的禮拜，你說出你舊年，你若有拄到一寡互你傷心的代志，兄弟姊妹，磨平，你甲上帝講，遐個無快樂的遐個經歷，我甲伊洗掉。主啊，遐無快樂的情緒，主我甲伊洗掉。我相信，主要所要用伊的手放佇你的手，伊要甲你講，我的囝兒，我的查某囝，不要緊。拍斷手骨，顛倒勇。求天父上帝幫助咱，才做一個勇敢向前行的基督徒。在各種的境遇頂懸，主用伊的手環抱着我們。一支辣條，那在風雨中間，上帝用伊的手甲咱炸掉咧。迄個蠟燭，無要互環境的壓力傷害咱。願天父上帝將伊的話放在你的心內，建立咱的信心。願上帝將伊的話放在咱的心內，建立咱的信心，互咱佇伊的面前來回顧今仔日。今仔日咱的禮拜甲咱的會員好會真有關係。會員好會為什麼叫做好會？無叫做股東大會，無叫做年底的這個最後的這個事業這個公司的檢討會。好會意思就是講，互人重新帶到上帝的面前，甲上帝和好。更較要緊。嘛是佇教會中間愛有和好，咱佇教會內底未免會有一寡小小的代志，佇你我甲咱中間，咱會有情緒，咱嘛感覺袂爽。但是兄弟姊妹，我咱好話毋是甲咱報告講舊年咱奉獻偌濟錢，毋是安尼爾。會館好話就是咱重新坐落來講，這是阮合一的一個禮拜，好。就是家和萬事興，兄弟姊妹，在舊年你看到德登教會有啥物？你會看到進步，你嘛會看到退步。但是上師嘛要甲咱講，咱有退步。舊年咱的禮拜平均出席減5個人，我來編出咱教會會館好會名冊，我咧說講，到底今年減少哪個人，啥物人？牧師甲恁拜託。唔通因為直播吼，所以你就感覺講佇厝裡做禮拜比去教會做禮拜較簡單啦。直播是為着遐個甲咱無關係，佇網絡線路頂懸，直播是為着遐個倒層無來掉去教會做禮拜的人。咱的教會用直播禮拜，毋是要互咱，當然那未免咱有困難，咱中間是有，因為伊排班。伊是12點鐘會排班，伊禮拜日無拄拄排會到，所以禮拜日伊若會使，伊甚至佇伊的工作場所，伊嘛用手機甲咱做禮拜。牧師無責備的意思，但兄弟姊妹，佇舊年咱的教會出了啥物代志？咱的教會佇1988年我來的時陣，人甲我講，你若佇德登教會佇傳道書任內，若無出差錯，安尼你就成功啊！咱的教會佇過去捌因為人口的外流、工業化，咱德登囡仔真濟攏去新北市，去食頭路去做工，後來創業做中小企業，做一寡小家庭的這工作。咱魯邦兄弟姊妹真濟人攏是因為安尼出國。德登教會迄段故事我莫去講，因為迄今仔日若講就講袂了，足長的故事。但是咱教會親像這個紅啊，這是米紅。這是水光，無論是你心中的氣庫，承受上帝祝福的米紅，承受上帝所祝福的水光，伊若破裂咧，上帝特別要互這間教會誠濟穩定的記號。但是我要甲咱講一個故事，是這禮拜安靜的是上帝，我回想到我過去所讀到的一種的真特別的藝術品，我要將伊放在咱今仔日的禮拜講道內底，甲咱分享。咱人生親像有當時會有傷痕。古早人講拍斷手骨顛倒勇，佇日本有一種誒
藝術品，叫做金具。金具就是講，當一個碗若破去，伊用金哦，洋氣的金甲黏起來，然後一個破去的碗變做藝術品，迄叫做金具作品。我要邀請兄弟姊妹，我先講結論。我要奉主的名祝福咱，真濟補破網的基督徒。說出這間教會若有這種破裂的所在，咱用主耶穌基督的聽，用主耶穌基督的觀念，甲伊補起來。第二本有迄種的職人，叫做金具作品的職人。但是我用導聆看你來講，哦，較遮水，原來是人搭佇壁角破去的碗、破去的水缸，但是經過真詳細，伊用金啊、鋼筋佮鋪銀，然後迄個無路用的物件變做世界大家小錢要用真貴的錢來買來做擺飾品。兄弟姊妹，基督徒是安尼，用耶穌基督的聽來補上帝教會，這是一個足神聖的工作。所以今仔日個禮拜不是咧講故事，嘛不是咧安尼聊天，不是。這間教會就是一個記號，這間教會捌跋倒，這間教會捌破裂，這間教會捌受傷害，但是迄無見效，不是講唔知影通見效，不是。上帝要用咱過去所有欠過，重新讓人知影講。過去捌有一間教會叫做德堂，但是伊今仔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中間有人會想要來遮甲咱做聯合禮拜，因為伊聽講過去這間教會是全中國中會上善的教會，門強要關起來。但是因聽講這間教會後來上帝的恩典，甲因三角地帶，這間教會成做鄉村的一個見證。這你願意安尼繼續努力嗎？願天要上帝甲咱三角地帶，一生為主來活。願天要上帝甲咱三角地帶。拄則牧師甲咱講，這是會員好會，等一個牧師要甲咱做伙看一個影片，3分鐘的影片，要甲咱講。牧師自從來到德堂教會，當年我攏會做年終考核，自我的年終考核。一個上簡單就是，這禮拜唔係這禮拜，每一年的。做禮拜平均出席人數偌濟？你有看到咱的教會一路一帆風順哦？對1988年親像咧爬樓梯，一個斜坡哦，對這邊往迄邊去，到最強的時陣是2019年，咱的教會達到120個人。2017年，在2017年的時候，咱的教會為着咱的教會120個人做禮拜，咱的空間較無遐舒適。所以咱教會才佇2018年去變啊一個副堂。所以你姊妹，咱的教會有進步，但是後來拄着風影，就是疫情來到，咱的教會真緊，咱落來剩60幾個、70個。但是最近咱的教會重新咧爬倒起來。佇這個中間，咱做了什麼？等一下再講。願天父上帝幫助。親愛兄弟姊妹，你佇這間教會看到什麼？恁看到方舟，恁看到這個玻璃歐家園，恁會感動，恁會走去做志工。也這你來德堂教會，你有感動，你有願意佇這個所在，不是做志工，是做長工嗎？兄弟姊妹，我不是咧教方這個玻璃歐家園燒搶勝利啦，不是，嘛不是咧教方舟燒搶，不是。上帝設立各種的工作，伊感動咱有份佇伊救恩甲伊的榮耀。所以兄弟姊妹，參與上帝佇這間教會所做工，是每一個德堂教會兄弟姊妹。如果你若感覺這間教會是你的，牧師為什麼拄條要甲所有人講，這是恁阿祖的教會，你出世佇遮，這間教會你有責任。所以兄弟姊妹，上帝甲咱帶入來，咱就有責任。先到、晚到、後到，當中跟這間教會有關係。這就是咱屬靈的家庭，你願意嗎？在任何的困境中間，你會記得一個信仰的老爸叫做保羅，伊捌在羅馬書中間講出這句話：哇，實在痛苦。迄個話叫做苦啊！我的做人，和本的聖經講，看我的人生。
有什麼人會當拯救我脫離這個肉體？因為我的肉體有真多的靈魂的焦慮，就是我心內的慾望、我的情慾、我的情緒，常常跟我的信仰、跟我的靈魂衝突。我的靈魂知影我唔通黑白受氣，但是我都擋袂掉。我細漢時，我媽媽常常跟我講一句話，我一世人記講：阿生，緊緊聽，慢慢講，無快快受氣。我就跟我媽媽講，我都擋袂掉啊！我脾氣若來吼，連刀也嘛顯過啊。但是上帝要幫助一個人，佇伊擋袂掉、做袂來的上帝，要互伊生命脫胎換骨。兄弟姊妹，你願意因為信耶穌，你的生命改變嗎？你願意在你的困境的中間拄到上帝嗎？原咱伫今仔日的禮拜，這就是我甲咱講的這本冊。你若講牧師啊，買對買，唔免買，你去 AI， 你甲問講啊，有聽講有這本冊啊，這本冊內容大概咧講啥？啊，你會當足簡單甲我講伊的大綱幾個重點咧講啥嗎？哦，免錢，你會當聽到這本冊簡單的一個書評甲簡單的解釋。這就是我拄則甲咱講，我問上帝講，其實我咧祈禱的中間，我問上帝講，佇2700年來，以賽亞這句話敢有影響到什麼種信仰的領導者？佇過去教會歷史，後來有一個感動就講，啊，無你去問 ChatGPT， 所以後來我就真正去問，佇個中間我就看到這本冊。兄弟姊妹，咱人常常內心有衝突，有無？莫講甲別人無好好啦，你家己都無好好，佇內面亂稱稱，袂唔對，人常常佇迄個中間焦慮。兄弟姊妹，毋是講精神科醫生發現現代人為什麼家裡無平安，連神學家嘛安尼講。有一個足出名的神學作者叫做莫特曼，這個神學家。伊家己寫伊的日記，伊講佇我一生中間有3種的焦慮。第一種驚死，因為細漢媽媽早死，所以從細漢對死亡都有一種恐懼感。第二，伊佇情欲的中間捌跋倒，伊捌婚外情，所以這個人伊感覺講基督徒無本錢通做歹代志，因為當你做歹代志了，心會不安。伊講第二種的焦慮就是人的這個價值觀的焦慮。人的價值觀若有衝突，佇伊內心無真正有平安。第三就是伊感覺我活咧，我一生要做啥物代志才會當有價值？我一生就做啥物才會當食到人所講的有成就感？我要活得精彩，我要活得沒有遺憾。伊講這種3個焦慮，兄弟姊妹，咱的生命中間要因為上帝話有智慧，要因為聖神的幫助有氣力。我擱講一擺，咱要因為上帝話有智慧，咱要因為聖神的幫助有氣力，咱要脫離這種內心的苦。上帝幫助咱，好不好？願咱佇上帝佇咱的內心中間，若有這種重大焦慮的事，願主的聖神甲你三角地帶，會記你牧師有甲你鼓勵，要常常禱告，常常禱告。佇基督的中間，上帝聖神甲咱三角地帶，無論什麼種外人大的折磨，保羅到最後講：我凡事勞練。兄弟姊妹，你願意對這種的焦慮到老練成熟嗎？主幫助咱，基督徒的人生就是咧看見家己生命脫胎換骨，甲改變。我少年的時候做未來，但是到我年長的時候，我愛有這種做老人的行。所以伊講佇哥林多前書13章，我囡仔的時候講話親像囡仔，性情親像囡仔，我的態度親像囡仔，行為親像囡仔。我既然長大成人，就愛安那。氣煞迄個囡仔幼稚，主幫助咱做一個成熟的基督徒。願主祝福你，也願上帝聖神幫助咱，做伊美好的見證。無論何等的軟弱，在我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壓傷的蘆葦，受傷的蘆葦，咱甲上帝講：主，我要對號入座。我佇人生中間開始有這種的創傷，
我過去的受傷到今麥幾十年還佫佇咧。主啊，這叫做內傷。主啊，無愛擱再帶着這種內傷過我的人生。而這個內傷會常常成做我心中一種危險的什麼記憶。精神科醫生講，人若生命中間有一種危險的記憶，這種的記憶若一旦想到，伊就抓狂。但甲主耶穌講，主耶穌願你的平安，將這個危險的記憶對我的生命完全斬除。願天父上帝幫咱哋今仔日的禮拜，無論你有受傷過無受傷過，不管救恩是咱醫治人靈魂最重要的開達。獨獨上帝救恩會當予咱完全全然無同款。奉主的名，咱互相祝福好無？但是咱行平安的時陣，你嘛甲祝福講，願你成做上帝榮耀的囝兒甲查某囝。主幫咱哋今仔日的禮拜，這個碗你真足看，這個就是精緻的作品。這個碗對刀中落落刀啊卡。啪一個，哭一個，吹吹吹。咱一般會當做啥？去摕報紙來，掃帚來，掃用報紙甲包咧，較袂叫，互人個所回，這個資源回收的這咱的這垃圾車的工人受傷，送上去焚化爐燒掉。但是有一種的作品，伊叫做精緻作品。生命的裂痕佇上帝救恩中間，上帝要用的救恩甲咱破鏡重圓，你相信會當安尼嗎？這個教會哪會當，咱就會當，因為咱是屬於上帝，也跟這個教會有關係。得當教會我受傷，但是今仔得當教會，真做真多人愛來野外禮拜、聯合禮拜的教會。願天父上帝幫咱。過去咱的教會真慷慨，無論一隻車、兩隻遊覽車，咱攏無記住來者不拒。愈來愈濟人愈好，但是咱最近咱感覺講，那超過兩隻遊覽車對咱來講是足大的負擔嘛。但是你敢歡喜互遐個真好奇講，為什麼佇莊開教會，伊會當沒有年齡的斷層？所以你知影得當教會是一個沒有年齡斷層的教會嗎？咱的教會，等下我用一個表互恁看，真正咱的教會。是甲台灣的社會，咱咧講民啊，這個門啊，這個那陣這個咱的公所，伊咧統計，得當鄉的人口的結構那是安怎？咱的教會很接近台灣，沒有年齡的斷層。真儕人的想象中的莊開教會一定安怎？攏遐老酷酷的人，啊，行路彎彎，腳步彎的小碎步。伊無想到來到得當教會，叫咱看到一寡少年的，願天父上帝互咱做伊的見證，你願意安尼做上帝替上帝做見證嗎？來鬥三工好無？親愛的姊妹，來鬥三工，牧師拄則毋是甲恁口說，牧師偷偷甲恁暗示，毋通泡一個咖啡，傾翹腳踮咧你的客廳電視轉落開 YouTube， 佇遐做禮拜，講上帝我嘛咧做禮拜，直播的禮拜是好。恆恆的親人，包括劉玉明，包括真侪咱出外的兄弟姊妹。願天父上帝甲咱三家基地。第二，我要甲咱分享的就是領受上帝的救恩，看見上帝的榮耀。一個看見上帝佇你生命中間作為的人，你的信心是活的，是真的，不是風聲的。求天父上帝佇今仔日的禮拜將伊的救恩賞賜予你，甲你的家族。求天父上帝幫助咱的教會真多，唔是干那保破夢的教會，咱的教會要真多保台灣，和台灣這個被撕裂的族群。台灣有真多的危機啦，人會問講你是藍色的、白色的，還是綠色的？你講我攏無色，騙人嗎？兄弟姊妹，咱台灣的社會。有真大的撕裂感，但是感謝上帝，真多數的台灣人其實真疼這個土地。無論你什麼種的色彩攏不要緊，但是會記得，你活在台灣，你要為台灣活。你是基督徒，
你要為耶穌來活。所以兄弟姊妹，願咱佇今仔日的禮拜，咱甲上帝講：主，我要放棄救恩的杯，我要放棄救恩的杯，甲人同得福音的好處。兄弟姊妹，教會進步對你開始，招你的朋友來，招你的朋友來。咱教會上後招人的，過去是白玉燕，過來李梅姐。兄弟姊妹，招你的朋友，毋是要為着要互咱的教會人數增加，毋是。招你的朋友來啉上帝恩福氣恩典的杯，好不好？願天父上帝幫助咱的教會，主耶穌用伊的寶血，伊比日本人更較早，2000年前耶穌，伊講這是我的身軀為着恁拍破的，你會記這段聖經無？逐個月的聖壇禮拜牧師攏念着這句，主耶穌，這是你的餅。代表你的身軀為着阮拍破的，啪！兄弟姊妹，主耶穌用伊的恩典，用伊的寶血，甲受傷的人，佮伊醫治，包括你甲我。主耶穌用伊的手，將這間教會過去所受傷的身軀，佮甲箍活來。這間教會真平凡，是真假的教會，但是伊真無平凡。是因為主耶穌憐憫，互咱佇受傷的時照顧咱。願一切榮光歸於天父上帝。兄弟姊妹，記得這幅圖，因為耶穌講：既然我所做的，信我的人照安尼做；既然信我的人，就照安尼做，照我所做的做。兄弟姊妹，原來用聽來保這間教會。照顧這間教會，保守這間教會。願天父上帝幫助咱佇這個教會，咱對主耶穌春秋講：主求你拯救我脫離各種的歹代，拯救我進入你天靈的國，佇地靈親像佇天靈。若有主耶穌佇咱的內底，咱心中就平安；若有主耶穌佇咱的內底，咱的人生就親像活佇天堂同款。這禮拜有一個少年囡仔佇電話中問我講：牧師，我的爸爸甲我講，伊要等到伊要死之前，伊才要洗禮。牧師啊，安尼要安怎？因為感覺洗禮是將來入天堂的門票，所以只要到要入天堂之前才來受洗，就還來得及。你要保證來得及啊！伊問牧師講：牧師，你敢捌為着迄種真變化啊，真正是佇變化中間洗禮啊，然後伊就帶着平安去天堂？牧師甲講有，伊講我頭一擺聽到，是啊，這真正有啊。牧師我佇遮有病房為着人洗禮，但是去年的4月，吳松林。伊做禮拜一個想法，伊講我無愛親像我的兄弟佇死了的兄弟，伊到臨終的時候才受洗。所以吳松林講，我要趁早洗禮，互我永遠的時陣，猶閣會當使着我這個面乳，這個電動輪椅啊，對萬合仔來到德堂，佮對大德堂佮愈倒對，我攏甲伊笑講，伊只就是伊的面乳的。兄弟姊妹，洗禮毋是為了將來。洗禮為着此時此刻，今生今世，對今仔日開始，對即時開始享受耶穌基督無限的恩惠，甲無限的疼痛。所以兄弟姊妹，歡喜做禮拜是這個意思，救我進入佇天靈的國，佇地靈，親像佇天靈。願咱佇今仔日的禮拜，主耶穌的救恩，甲你三甲地定。耶穌的救恩常常攏是一個信心的火強要發起的時，耶穌出手。耶穌會當予信心要發起的火，伊受照顧。願天父上帝幫咱佇今仔日的禮拜過好，咱甲主耶穌講：求你照顧我的心思意念，求你照顧我的心思意念，予我永遠無受到歹的傷害。願主耶穌，互你所拄着各種的傷害，
攏轉化，轉憂為喜，轉悲為樂，轉憂為喜，轉悲為樂。在我所拄到各種的情境的中間，造就我，或者困境真多，我的智慧；或者困境真多，我的品格。想使我在困境的中間有良善、善良、正直的態度。所以啊，所求你用你的聽，甲你的寶血，甲我抗金，佮破銀。台灣話有水無？台灣話有水。聽這，咱的生命上帝是有命沒有？主耶穌伊連伊的活命都無保守啊！伊減袂將伊所有的問題攏想述互咱嘛。甲上帝計較的基督徒上戇，啊！這我無罵人啦，吼！但是甲上帝計較的基督徒上戇，都愛深深抓牢上帝講：上帝你想述，上帝你收回，但是上帝你會擱再想述。甲上帝無計較，只有抓牢上帝的恩典。求天父上帝幫助咱。咱的教會改變，要真做你的改變；你的改變，無要真做得到教會改變。原咱的教會以後人來想到得到，伊就想到講，佇台灣有一個經濟的生命的教會，是主耶穌用伊的血，上帝用伊的榮耀比金仔更加寶貝，伊的榮耀的良善，甲咱起造的教會。願天父上帝幫助咱信心永遠無花去。主講：要花的火，我無分析；要花的火，我無分析。願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願上帝所想述你聖心所帶來的光，信心佇你的生命中間，直到你一生的路尾。願上帝想述咱勇氣，真正信望愛，如今長存。求天父上帝幫助咱活佇伊的真光的中間，求天父上帝幫助咱。最後的一句話，咱甲主講：主，我願意。主耶穌甲阮的傷痕洗清我的空喙，主耶穌流出伊的寶血，親像上好的藥啊，醫治了我。主耶穌，我願意。這就是日本的職人吶，因佇迄個工廠現況的中間，用迄個陽氣的金仔來補迄破去的迄個器官。兄弟姊妹，你願意互主呼召，佇這間教會常常做互人和好的人嗎？互人和好的人，就是常常咧做補破幫的人。在傷痕之處，亞撒你的醫治；在衝突之處，灑落你的平安。這是聖法蘭西斯的禱告詞。願天父上帝幫助你，若要讀迄個禱告詞，恁去蘇榮老師的辦公室，壁頂就有迄個，迄是牧師拜託我的阿叔親筆所寫，因為我真愛這條祈禱書。我甲我阿叔講：阿叔，敢會當拜託你，一手好，你有一手的好字好筆，你送100字給我好無？伊用伊的筆寫這個祈禱書。所以姊妹，何牧師甲恁邀請，咱做伙做耶穌的職人，用聽用犧牲，用受苦，用聽用犧牲，用受苦，來做耶穌的職人，和這個悲傷的土地、苦悶的台灣，這個教會，真多上帝活的見證，咱同心來祈禱。萬關的上帝，阮作為主席佇你的面前，阮將阮家己獻做你的手。主你所做，阮要做；主耶穌，阮知。你用十字架流出你的寶血，讓世間人得到醫治，得到拯救。主耶穌，既然你所做，阮要恭敬、盡心、盡性、盡力、盡意，照安尼來做。主，阮甲你立約，阮願意。做生命的職人，求天父上帝幫助阮。阮將阮家己本身獻做5塊餅2尾魚，互主利用。阮安尼懇求祈禱，我靠耶穌基督的聖名，阿門。